顶悬，我差不多这第四档做这个成绩指标，所以我前3年的影片拢是顶悬，一年大概是100部左右。后来因为第有一档因为疫情，总要延后，下学期延后开学，应该差3年前吧。那一年的会考是唯一一年无科转播，一般的会考来科加第3单元，第4单元无科，所以阮的地会考进行有它第3单元，因为它那个下学期延后嘛，所以就造成说那个会考时间没有改。后来第一单而且迄单教学期尾时阵，大家拢转去线上上课，所以学校拢无人拢全年级都是线上教学，三年级就撑到毕业典礼才来。那你毕业典礼怎么办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在舞蹈团，我也通常没有回来参加考，好像没办反正因为疫情。这一单第4单元我照样上，我记得那个第4单元就是已经会考完了我感觉就是安尼今日来空教室好像还是这一天我自己到那个空教室自己拍完那个影片传上去，然后把它传到 Google Classroom 里面，希望我知道没有人会看。会考完了对不对？所以都科耍。不过我来讲过，我很讨厌说为了考试而上课，所以我依照我甲同学讲，现在还好啦，现在即摆咱的课，咱会考了毕业典礼存2礼拜，因为咱曾经教学，我可能还会规划那个，不过你们本身又要去参访，要什么？依照那个会考完到毕业典礼有4个礼拜整整1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属经拢甲你讲，你们谁在会考完跑来跟我说可不可以打球，可不可以干什么？那个就是头骂。我正常上课到毕业典礼前，当然我不一定上课本，我可能用影片，可是影片我不是什么方便，就是我有相关的，所以都照常上课，一直到最后一节。有一当迄个导师撒联络簿去给我看，那同学爱联络簿写什么，你知道吗？现在全校只剩现在全班只剩地科老师在上课，真是有够机车。就说老师你帮我写个评语，就是4个字就好，请你认命。所以我们念这个不是为了考试但是比国中等是安尼。咱国中都无难，所以我们地科像我以前上理化，阮算考科国中考科是做希望重视做大爱就对啦。你看我为理化调一本土语，我现在上本土语。你如果在小学大家一样都不是考科的情况下，没有那么贫富差距的感觉不过你国中考科跟非考科之间，大细汉是差足多。受到当然压力也差足多啦，压力也差很大。所以我们就照这个进度我看进度第4章上了可能有1-2礼拜的时间，咱来做复习可以一道就去正好复习测安尼。咱另外看3知识，台湾听看到的，咱讲灾变天气。
来，第一个寒流，寒流是啥物造成的？寒流是对种天气气候现象造成的，咱进行二轨。内陆的冷气团嘛，蒙古、西伯利亚的大陆冷气团嘛，唔是冷波吗？啊，冷气团南下，伊若来甲足紧的，即个寒流会造成温度安尼突然间降低，安尼足危险的，会寒死人。啊，你看过流浪汉无？困火车站的。哦，我是去迄个北港万华车站，哦，规排的，规个，规火车站设规个，暗时暗困伫遐，拢用迄个纸被、纸箱啊垫在底下，啊困伫遐，安尼寒流来，那种最容易中。你会惊寒袂？咱是高雄根本袂寒，寒流来嘛袂。所以我以前是高雄，我毋捌去教米酒过，我感觉教米酒过遐重的甲我硩死，我嘛做做遐围围巾的，你若叫我围围巾来穿迄高领的衣服，我拢一直丢，我会歹，我就觉得我脖子好像要被吊死，要被束一下。啊，所以我去台北嘛是安尼，我以前去台北读册迄阵吼，结果。台北吼，寒是寒伫伊个冬天会哪怎样？伊个寒天会落雨，啊伊个落雨是迄个毛毛细雨哦，因为一困落了后，是规工伫遐雨不是下来的，是用飘的哦，用飘的方式，你吐雨伞吼，雨伞袂重嘛，啊无你个头轮会重去。因为迄雨是飘进来，啊，规天莫用雨伞，今仔莫穿雨襪，戴一顶帽仔就好啊，免得秃头，对无？你用酸雨啊，酸雨落到农田里面，农作物长不出来，落到你的头上，你头上的农作物也长不出来，就变成秃头啊。你知道，如果有下雨，湿度大，体感温度就减10度。所以台北的寒天10几度，我有一件，我会记20几年前，我们在清华的时候，我有机会去迄个中国大陆的清华大学交流参访，是在寒假去的。要去竟然听讲，伫咧冬天的时阵，伫咧寒假的时阵，北京的温度是零下的哦。迄机顶阁来报讲，即摆北京温度零下几度哦，要求看。台北10几度，阮惊寒到要死啊！搁零下，毋捌去过零下。结果飞机降落来，迄阵中昼日头天顶安尼落来讲，这敢有零下？怀疑诶。台北10几度的寒，这敢有零下？结果我去到故宫边仔的北海。看到那湖面结冰，我们才觉得，真的有零下呢。湖面你通行去呢，你行去那冰佫会冰冰白白呢，足刺激的，你就唔敢去行落啊，那会当会变美人鱼。但是真的有零下，干冷你没有觉得那么冷，但是干冷会造成一个结果，我。暗时要洗身躯那个裤子脱下来，整个大腿的皮肤像那个干掉的铁一样，这样裂开了。无挂一种他们绵羊有皮的话你那个干冷的天气个造成你有皮肤会完。台北唔是啊，我会去台北，我加到，暗时徛倒摆徛起来，8点钟去，搁飘雨，我也无想要再戴手套啊，更不要说围围巾啊。骑到那边去，结果要下摩托车的时候，我的手居然拔不出来，因为冻僵了，最后那个手张不开，
然后才从把手的侧面那里退出来。迄阵你也无甲我猜拳，我从哆啦 A 梦无法出剪刀跟布，只有石头，啊，甲我剪好，把它慢慢啊剔开。好，所以说，迄寒流来，会刮死人啊，农作物啦，哦，动植物，哦，拢会挑去。啊，有啥？寒天来爱食火锅，啊火锅你也用电煮个准拄煞，你也用甲水煮，会造成啥？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是哪会中毒？这恶鬼吧？一氧化碳吸进去为什么会中毒？那完，红血球的氧气。一氧化碳跟红血球的结合力是氧气外力400倍啊。所以本身它不会毒害你哦，但是它跟红血球结合之后，红血球不带氧气了，它把一氧化碳带到细胞，细胞说我又不用这个退货，就有细胞就没有氧气了。你的脑细胞若超过6分钟无氧气的供应，你的脑细胞会开始死亡。我若救我，你嘛是变脑死啊，植物人。你身躯上肌肉细胞迄半点钟可能阁袂安怎的，所以你有捌讲困到一半醒起来，结果发现你的手袂动过，规支手麻伊袂动。迄个你困到一半，你甲缀掉的，血管的血流不过去，失去氧气供应，你的手规支手就麻伊啦。但咱睡觉会翻身，所以你会醒起来，醒起来你也怕怕的，血液流过去，重新补充，它又活起来了，它又活起来了。你唔通缀规暝呢？不要整晚压着，还是会残废哦。好来，第一，梅雨，梅雨台语安怎讲？长绳啊吼，长绳啊吼，咱想要讲梅雨。课文讲，这是长江中下游梅子成熟时下的雨，叫做梅雨。怎么长江中下游梅子成熟时跟台湾梅子成熟时的时间应该不太一样？可见梅雨上面封面这里无？梅雨叫上面封面，自流风嘛，上一节还学过啊。自流锋面停在台湾上空，就形成升啊吼，就形梅雨。梅雨拢可作久，所以梅雨的久，雨若落大诶，咱就土石流水灾，才会灾情出来。不过梅雨嘛是咱迄个台湾港湖风台第一名，梅雨第一名。所以若无风台无梅雨，咱台湾就欠水变旱灾，落伤多就变水灾，所以爱落啊拄啊好，安尼才会拄啊有水。二来第三，风台，台风。来，台风怎么养成的？怎形成呢？哪里的低气压？太平洋、大热带海洋的低气压。要饲大的风台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啥？水汽，水汽。所以，伫热带海洋的上空，这就形这条件，低气压，空气去，外口的空气过来补，就形成漩涡。你的上升愈紧，你上升的速度越快。通常我们异常天气拢是旺盛的对流。你像迄个风台啦，
雷阵雨啦，龙卷风啊，大家他还没听到龙卷，咱是讲加雷亚风还是更雷亚风？要来美国西部、中西部一条叫龙卷风走廊，伫个龙卷风走廊遐个龙卷风里向做大的侵袭哦，所以住遐个人每一户会拢有伫个地下室，地下室内底拢係干粮、存粮日用品，顶悬一个铁板挂空的，龙卷风来一爆来，规家伙仔避入地下室，铁板扛落来，踏下骹听顶悬轰隆发烫，咱无声，铁板拍开，一片光明。为什么？房子被吹走了，跟像迄土拨鼠为头内底探出来一样，周围都是平原，无厝啊，无厝不要紧，平地，毋免去伤用，因为等后个月佫吹走，凊彩天气会就好，迄地下室用舒适就好。所以我讲，你会不会觉得说，这种地方还会有人住？对啊，人家看你台湾也一样啊，地震多、台风多，你还住那边？对啊。你要搬去哪里？不住这里搬去哪里啊？你要哪日本有迄种活火山，有个社区人住伫活火山边啊，活火山3不5时就火山爆发哦，所以个社区拢有防空洞哦，迄个防空洞伫火山爆发的时阵，大家迄个防晒眼镜就是避入防空洞哦。那边的小学生上学要戴安全帽走路戴安全帽。假如那个火山爆发的时候，那个石头掀出来，伊那样安全帽塞避入防空洞内底。你讲迄种会带人去？无啊，人我看迄影片内人小学生上学去也是嘻哈手牵手一路打，然后戴着安全帽上学去啊，人家也是活得很快乐啊。等灾难发生就掩蔽就好啊，对不？所以地震免家长问题是，你不要掉以轻心，你要防备啊。我记得你讲地震的时候，我跟你讲过无？我讲有教过恁地震什么时候要跑？地震什么时候跑？一地震就该跑了。不对，你地震乱跑没有证实到互相踩死了。我无讲过啊。要思考就是不用跑。这我再强调一遍哦，因为今仔有大地震，而且有灾情，那个花莲5层楼的那个1楼已经不见了。我靠！咱台湾的地动啊侪吼，咱的厝一种无好的设计，就是起楼的设计。起楼是不是两支条啊？顶悬拢是2楼、3楼、4楼起去。迄一摇吼，你靠迄两支条啊，要挡顶悬迄个重量吼，挡袂牢，总啊规间厝安尼跪落来。迄种起楼的设计吼，就是为着要有室内楼地板空间紧加啦。所以用这种问题，咱地动遐济吼，起楼头前迄两支条啊，根本挡无啥会牢。所以就摇的足侪起楼拢安尼跪落来。所以即摆新的厝吼，你会看新的厝拢无设计这种起楼，你个顶悬拢买规栋安尼坐就好啊。你毋是讲你一栋以早起楼是毋是安尼？你本来一栋厝结果才是空的，对无？才是条才就变起楼。所以顶悬拢是楼地板呢。所以你感觉无看这个图看起来就足平衡，所以摇落来这条啊挡袂牢，厝就跪落来啊。所以即摆无啊，即摆就你个规个安尼个顶悬就空，拢空的啊。以早这种楼地板面积啊，拢起甲愈头愈好啊。以前违章建筑建造审过，再往上面拼命盖啊。对不？还突出还什么？那违章建筑变成已经是一种不合法，但是大家都这样子的
东西，啊问题是，你个卖坐动，你个卖发生坐动。啊，第三点是爱走，我来讲，这毋是我讲的，这是消防队救援队讲的。你如果还想说现在要不要跑的时候，就是不用跑。不要拿他们意思。你先家里发生地震了，领导会同意为这边这边壁，你用摇椅弄迄边壁，你敢会搁看到领导的抗议讲我真敢爱走？你还会不会怀疑？你这个家里的横梁被地震一摇，整只变成 V 字形、U 字形垂在那边了，你会不会看着你家的横梁说我现在要不要跑？不会吧？要跑的时候，你一定很确定这个就是要跑了。你还在那边想说我要不要跑的时候，就是不用跑。问题是爱走的时阵，你一定走袂去，你连爬都爬袂出去。安尼要安怎？先就地掩蔽，因为我们的建筑物即使第一震超过它的耐震程度，它也不会马上垮下来，它会撑住。但是，一旦这个地震强度超过伊的耐震设计的时阵，它后来发生的余震即使比较小，但是就有可能垮下来。所以要跑的话，当下你跑不了，你当下一定跑不了。但是你就是要趁休息的时候，赶紧走出去。剩的拢是就地掩蔽，掩蔽你好去倒啊，你伫厝里要面对。处理搁要面。有一个所在，你若惊互迄个建筑物塌下来去地着，第一你爱选恁兜空间上细的所在。恁兜对一个房间上细间。啊，我们家每个房间都很大间呢。哦，所以免数啦。你家不是平房？有人免数比房间较大间的无？对啊。你有没有觉得厕所很稳固？因为厕所空间很小嘛，四面都是墙嘛，所以它的梁柱也最密嘛。所以厕所应该是家里那种梁柱最密集的，包括砖墙，所以那个结构最稳固的。比你免受剩袂歹，而且你尿急还有地方上。啊，不然等下你房尿厕所那塌下来去不了，你只能就地解决。啊，还有一个所在嘛袂歹，921发生的时阵有人伫下骹待一礼拜哦，迄个挖起来叫挖的哦，因为待伫堆边啊，冰箱边啊，他就被压在冰箱旁边。冰箱打开，里面的东西就让它撑了1个礼拜，然后等人家来把它救出来。第一，冰箱的结构体都稳掉了，迄冰箱规个迄结构体是迄个钢的吼，所以迄可以承受那个很大的压力。啊，当然冰箱内底的物件，你有这样拍开，可以供你很久啊。所以。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但是有当时咱困的，袂赴走动啊，困到一半啊，那会我顶悬是天花板，啊，摇册开开，顶悬是天花板，天花板塌下来了，所以恁敢会要困进去，伫咧手边可及的地方准备地震包。应该无人安尼做吼，如果发生了这个怎么办？哎呀，你如果有那个，你可以多撑很久好，所以这告诉我们防灾意识还有待加强。我们发生大地震的几率远比中乐透的几率要高很多很多，但是每一个人都以为我一定会中乐透的头奖，但是
我袂遮衰，这人的天性太过无可救药的乐观，有时候其实脾气无啥好啦，无啥好，这我甲伊讲着，昨一般讲着，讲的地震，后尾毋敢讲海啸啊，今仔嘛有海啸啊，今仔的地震嘛引发海啸啊，毋知有知是无？啊，迄个简讯嘛收到海啸警报，是讲花莲那边的海滩大概，因为那边沿岸都很高，都是峭壁，大概也不像西岸这边的沙滩，还有在海边玩钓鱼。二来，所以红苔裂水汽温度渐渐养大，所以红苔是安怎会消失会漂移，就是失去养分，伊的养分就是温度甲水汽，所以第一无水汽供应，就是红苔冻入去陆地了后，冻入去陆地了后无水汽啊，而且冻入去寒带较寒的所在无温度啊，这个台风个没有食物了，它就渐渐的变弱，变回热带低气压，然后消失了。当然啦，台湾7、8、9月叫台风季，但是有当时10月、11月嘛，也有风台。咱台湾上惊的风台，咱台湾几种路线中央山脉会遮，咱的风台为这个路径弄入来，这个路径弄入来对华咧台东遮较食力，因为首当其冲，咱有富国神山、中央山脉守的，咱西部遮较不要紧，但是咱就是惊无互守着的，为遮过来的，安尼咱西部会较惨，北部佫行一种路径的，为遮过的，为遮过变做西北台。西北台就是伊台风引力时针对无？所以才拄啊淡水河口像一个漏斗的，所以红台到遮逆时针旋转，拄啊把海水安尼倒灌入来，你若要拄着涨潮大潮，台北拄啊一个盆地，这个盆地内底拢滴水，海水倒灌，这个纳莉风灾时阵的情况，台北捷运都淹水，88风灾，恁会记，恁还袂出事我有88风灾咱国昌的地下室全部滴满水，迄地下室的出口变水池老师的车到有大块，过来车拢伫地下室包括我迄台野人嘛伫地下室总变水啦。尾水抽了变土啦，规个拢土，无起来七个油管轻轻的硬在调，那个88风灾那时候，那也是很难忘国昌的地下室装满水，那个抽干要2、3天呢，搭个水车来一直抽呢，所以然后那时候还碰上那个纳马夏小林村整个村子灭村。所以台北遐因为淡水河的关系较惊死袂所以红海要安怎？要安怎海浪？爱做啥物准备？红海要来啊！准备放假。拜托，一定要有台风假。阮去做兵的第一单伫咧遮阳分区，司令要来做军容教育。你看在这兵的大官要来都假来。我们光练一个举手答右司令还不一定会点到你然后练一个举手答右，练1个礼拜天天一个面对面那边举手答右，你的手有没有直，前眼有没有对正？台湾那个死终于明天司令要来了，然后。阮连长就讲，确实要落，有点要落雨呢。伊讲一句话如果明天下雨的话，
金融教育应该会取消吧？就冲那一句话，当天我们全队睡觉的时候，拜耶稣的啦，拜妈祖的，拜什么的拢底下做法，去挡，祈雨就对啦啦。结果我跟你讲，去当左南地区淹大水，整个左南地区到冈山从隔天开始下雨，而且倾盆大雨，汪洋一片。连后来我们休假出来，那个遇到凤山部校工，啊，你们不是在左营，你们怎么还能放假出来？你们不是在水里了？我说我们是海军陆战队，我们是2栖的，所以水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爬上来。后来我连那个小队长讲，你们太过分了，只要下雨就可以了，谁叫你们弄成这样子？迄阵拄啊考试迄考生够，拄啊要出门嗨啊，阮兜无船啊，迄跳袂出去啊整个，我想想看那一年我当兵第1年民国83年的7月，那是整个北台湾淹大水，也是很有名的，这水灾啊，所以洪台来你祈雨也长，他唔通太过分了，造成惨重灾情的无好啊。洪台来要做啥？去抢菜啊！迄无妈咪，洪台来拢去抢菜，因为洪台来菜会起价啊，再存粮啊，抢菜抢泡面啊。要做啥物妨碍措施？你的玻璃窗爱安怎？玻璃窗，招牌背过来讲话对无？所以安怎？用贴布搭起来啊！无你这玻璃讲话喷入来，你会受伤呢。你毋通看迄电影，演迄警匪枪战，规个人爱喷出去，都会让地上滚2圈，又拿枪起来射击。你不要也来这一招你要再要飘出去的话，我告诉你，你翻过去你就全身鲜血淋漓了，还要起来干什么？人家里面的玻璃是特制的糖玻璃，不会割人的，不是这种玻璃，不要被电影骗了。像定时炸弹也不会有大大的时钟在那边给你看，那是电影里面的定时炸弹才会有一个大大的数字钟在那边倒数计时，不然谁规定定时炸弹要有一个大大的数字钟在那里倒数计时？你到这普通的玻璃尔，这个不是，迄车头前有迄个，点啊，咱的迄个汽车头前迄块挡风玻璃，迄块玻璃叫安全玻璃，啥叫安全玻璃？伊毋是普通的玻璃很安全啊。伊是安怎安全？第一是安怎做的？伊甲一般的玻璃有啥物无共？我有一个伫高速公路顶面咧开车结果我的对面的车可能伊个顶仔缀着一个石头，小石头而已伊怎啊横向飞过分隔岛，打在我的引擎盖上，之后弹起来，然后我的挡风玻璃过去，迄阵我的时速是100多。迄相当于相对运动就是，这个石头以时速100多公里的速度击到我的挡风玻璃，我甲你讲，砰一声，我的挡风玻璃规左下角就好像蜘蛛网安尼砰，规个结网起来。无安全玻璃的意思是安尼，伊毋是袂破，伊是安尼逼开了，伊的碎屑喷出来是不会割伤人的，它是亚克力夹的玻璃。它是亚克力夹的玻璃，结果你感觉我换一笔偌济？我迄是日产的尔，国产车换一笔玻璃8000块，
它在一起，结着左下角起来，左下角那一片还没有影响视线呢。啊，无迄若我伫正中央看你要安开车，你无看电影内底前个车变变变规个挡风玻璃拢看无，啊，那警察就很帅的怎样，把他踹下去。我那时候如果这样，我也要学那个很帅的把挡风玻璃踹走，然后继续开，继续开就碰到什么问题？他为什么要挡风玻璃？不要讲光啊！然后你继续开，眼睛就会睁不开，对不对？啊，旁边人说，眼睛睁不开，没关系，我车上有安全帽。一人一顶戴起来，继续开，继续开，糟糕，下雨了。没关系，车上有雨衣，穿起来，继续开。开过警察旁边，警车一看，这什么鬼啊？追过来，报告总部，我拦到2只科学小飞侠，都戴安全帽，穿斗篷式雨衣嘛，所以你拿很多层，那个就叫防弹玻璃。一般车如果是安全玻璃的亚克力那个跟玻璃的夹层间隔多层以上，那个就会变成防弹玻璃。好，所以你夹玻璃去弄掉，夹玻璃弄掉。啊，山区当然3分好少用，这种不过咱毋是山区啦，你若山顶的吼，你就爱注意那个土石流警报。咱后壁有讲到人造雨，人造雨是安怎？人造雨的原理是安怎？有人讲个飞机载水去甲压落来，你若有水，你是安怎用飞机载去？你毋是要直接用迄个水？毋载水无是安怎叫人造雨？没有，它是载一个化合物，它是凝结核。黑人造雨不是没有水汽，是那个水汽没有凝结核，所以它没有办法凝结成大的水滴下来。所以我到空中去撒凝结核，让那个水滴聚集，然后够重的就下来，变成雨。那个就是人造雨的原理。